Hello，呢個係 LESC2 嘅 Salam。你有冇試過咁樣呢？一入房就覺得氣氛唔對路，人哋都未開口，你已經知道佢唔係好妥噶啦。對方笑住話冇事啊，但係你心入邊已經彈出一句：點會冇事呢？以前你可能覺得自己太過敏感，成日睇多咗、諗多咗、感受多咗，但係其實呢個未必係缺點嚟嘅。可能係你嘅天線特別靈敏咁解嘅啫。問題係你嘅天線特別靈敏啦。如果冇方法去降低啲噪音嘅話，就會變成內耗噶啦。你感受到人哋唔開心，但係你唔知道自己應唔應該係嚟。你感受到對方冇反應，你即刻懷疑自己係咪講錯嘢。你明明只係想關心人，最後反而俾人哋嘅情緒拉住咗。所以重點唔係你敏唔敏感，重點係你要知道自己對乜嘢敏感。喺呢度，我哋可以用 LESC2 拆開嚟睇下。LESC2 裏邊咧，一個人嘅個性係由外在本性同埋內在本性組合而成嘅，所以你對某啲嘅情況特別敏感，一啲都唔出奇啊！因為你可能唔止係一條天線噶嘛，通常都係兩條，同時接收唔同嘅信號。有 L 本性嘅人，好快 feel 到個局失控噶啦。邊個拖慢進度，邊個冇交代，邊個講嘢冇承擔，佢好快頂唔順，佢心裏邊喺度諗呢個局再係咁樣落去會出事噶，所以佢好容易想插手，想揸翻支旗，想即刻定規矩。有 E 本性或者係孔雀咁嘅本性嘅人咧，最敏感嘅就係反應啊！佢對佢講咗個笑話，對方冇笑，佢心裏邊即刻喺度響警鐘，唔通我唔得人中意噶啦？所以佢會補一句笑話，扮輕鬆，甚至乎開始討好別人，唔係去假，係去好怕自己冇價值。有 S 本性嘅人好似一樣咁樣啊，最先感覺到關係有冇變差嘅，邊個唔開心，邊個被冷落，邊個講少咗嘢，佢好快 feel 到噶啦。佢會自己調節氣氛，幫人哋補位，甚至乎吞咗自己嘅感受。問題係保住咗全世界，最後可能冇人保住佢。有 T 本性嘅人就好似龜咁樣 turtle， 對於唔合理、唔準確、唔清楚嘅特別敏感。雖然佢講嘢慢，但係佢係有感覺㗎嚇。人哋一句説話講錯咗，邏輯有漏洞嘅話，佢即刻會聽到㗎。佢會覺得呢啲嘢唔講清楚之後一定出問題。但係佢又唔係好識講嘢嘅，所以通常講得太直，對方就會覺得佢冷啦、挑剔啦、唔近人情。嗱，你睇到冇？同樣係敏感，唔同本性，敏感嘅方向係完全唔同嘅。所以好多時咧，你唔係太敏感，你只係未知道自己其實有兩條天線，分別對於乜嘢嘅信號特別敏感。如果你本身好容易感受到人，好想理解到人點解會有某一種嘅反應嘅話咧，嗱，其實呢個係天分嚟嘅，真係唔好嘥啊！我都有嘅，我係一個好敏感嘅人嚟嘅。但係天分唔等於能力啊！呢個係我後來先知道，天生識睇人唔代表自然識幫人嘅。你需要咩呢？你需要一套方法，將敏感變成洞察，將呢種洞察變成直覺，直覺變成理解，將共情變成有邊界嘅支持。如果唔係，真係拖死你。想知道自己係邊種本性嘅組合，可以做 LESC2 本性組合解碼測試。測完之後，唔係為咗自己多個標籤，係為咗睇清楚你最容易感受到乜嘢，你最容易俾咩拖住走，你又點樣可以用好自己呢一種嘅天分。你唔係太敏感，你只係要學識點樣用好自己條天線嘅啫。OK，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